好，今日教大家整大家都食過嘅粟米魚肚羹。咁材料有呢啲啦，個沙爆魚肚事先已經浸咗水嘅啦。咁首先將啲沙爆魚肚切成一圈圈，然之後咧將佢切成一粒粒。跟住將隻蛋發勻佢，咁用叉嚟發比較方便啲嘅。首先撻火，燒熱個煲，咁將啲薑葱咧就放入去，唔使落油，爆一爆佢。然後加水，大約細半煲到，煲熱佢。咁水滾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將嗰啲沙爆魚肚呢放入去飛一飛水。大約5分鐘到咧，其實就可以拎翻起佢嘅啦。好，跟住再開火，用一個乾淨嘅煲啦。咁加啲雞湯落去，然之後再將嗰啲忌廉粟米再倒落去。滾起之後呢，就可以落返啲沙爆魚肚落去啦。然後呢，我哋就可以將啲蛋漿慢慢攪拌咁倒落去，咁形成一個蛋花。咁啲蛋花成型之後呢，其實我哋呢個就已經完成㗎啦。